今天客家料理轻松做的单元，我们教您如何用六龟的金黄芒果入菜。要做爽口的芒果鸡柳，金黄芒果的甜度高，所以要入菜要选2种不同的熟度，7分熟的比较酸，9分熟的比较甜，2种加在一块，口感酸酸甜甜。高雄六龟农会忙个不停，小心翼翼的包装称重。这是六龟引以为傲的金黄芒果，准备外销加拿大。金黄色泽，外观就像是木瓜，果形硕大，品质佳。因为六龟是沙地，排水系统好，所以金黄芒果才能够进攻国际市场。只是来到这里，很多人有疑问了。芒果为什么要躲在棉被里呢？主要是金黄芒果7分熟就要采收，所以农会帮忙盖棉被进行催熟，细心照顾，让金黄芒果果肉多、少纤维，口感相当细致。果肉是比较细致，然后平均的甜度是达到13度以上。金黄芒果也能够拿来入菜，做成芒果鸡柳，是当地最具特色风味餐。鸡肉先用盐巴、胡椒、米酒抓腌，而甜椒、青椒脆度佳，是这一道菜的最佳配角。另外，主角芒果则是要选择2种不同的熟度，9分熟配上7分熟，才能够搭出绝妙好滋味。7分熟的它是带点酸味，9分熟的它有芒果的香甜的香气，所以层次感、味觉的层次感十足。青椒、甜椒先下锅，增色又添味。接着要把已经先炒了8分熟的鸡肉一起下锅，加点盐巴拌炒。要起锅前再放芒果，免得芒果过熟影响口感。六龟的芒果鸡柳色香味俱全，芒果入味，青椒、甜椒和鸡肉通通都有芒果香。金黄芒果鸡柳，金黄芒果变成可口佳肴，大家一口接一口。因为不同熟度的芒果可以让口感多层次，而甜甜酸酸的滋味也令人惊艳。炎炎夏日，芒果变成了爽口料理，让食欲大增。六龟的传奇金黄芒果，不论外销还是内销都很受欢迎。7分熟的客庄滋味漂洋过海，香甜迷人，曲鲜快炒，金黄耀眼，多层次的口感像不抢戏的第2女主角，演绎餐桌上的感动时刻。